今仔上课啊，不知不觉嘛是上，就一个月就个月安尼上家教的课，台语家教的课。实在是讲，老师教的真简单，其实这家教课甲我去学的台文课是差真济。这台文课实在是会单方非老师教的是，这进度是做变怎讲？这进度真紧，若对袂着阵啊，讲哪会突然间就是这嘛爱背，迄嘛爱背，而且爱背甲真好。即摆台文课伫上到地方的腔口无共。这拢是都较亲像讲大学的时阵，伫甲学生共款。白安尼豆豆啊教毋是补习班，伊就是甲你提醒讲有啥物重点，嘛是爱下课的时阵，学生爱家己去加强。毋过家教课就是安尼豆豆啊带。进前我有想讲，遐简单家教课，家教的课啊，迄是伫教外国人的。我嘛毋是外国人，哪会需要一句一句来教？毋过即摆嘛有发现讲，其实嘛是有帮助。就是讲，袂当靠说讲家己是台语人嘛无算啦就细汉就无定定开喙讲。毋过一寡人会靠说，想讲，我阿公阿嬷嘛细汉的时阵嘛，甲我讲台语啊，是尾啊，甲共言的同学拢讲华语，久无讲啊，较生疏。有的人会靠说，就讲这台语哪有需要学啦？毋过我即摆就是戆戆啊去学，想讲不要紧，是有帮助。有一寡我家己以前拢毋知影的物件，阁有一寡发音，其实我是我的发音是属音，像讲阮，我就是我的发音方式是讲阮，就是讲有即种其实无啥物正确的方式。即摆嘛知影讲原来是安尼。其实拢学会着，只要莫靠说讲我就会遐教啊，哪会需要搁安尼豆豆啊学？爱较有耐心的。这甲赛斯讲的嘛有淡薄仔像，就是讲你着下定决心，想要做这项代志。毋过做是第一重要的代志。你无做，拢用想的，就无法度讲天顶降落来、落落来就甲代志完成，是无袂安尼。毋过就变讲，你开始做的时阵，毋免一直去计算，去算讲安尼会好袂好，我安尼做对我有意义无意义？其实颠倒毋免想遐济。虽然赛斯是生心灵的物件，毋过伊无爱逐家去讲，一直想一直想，想久啊，就会像今仔我的姑仔共款，伊就是三心两意，拢做惯势啊。伊今仔就看咱伫群组讲买物件，讲购物节的时阵会当逐家买物件，较会当有一寡红利，伊嘛有兴趣啦。毋过伊就毋知影听因母仔讲啥，伊就开始变盘就拢介绍诚久啊，介绍进前嘛有甲伊问，伊即摆一项拢买啊。我嘛无伊话啦，加载会当退货阮翁是有淡薄仔无爽快，毋过我是想讲无差。阮翁
冤翁，吼、就是冤翁，就是冤翁，吼、有就较无欢喜，毋过我是无差啦，我就想讲啊，伊就即种个性诶人，毋过就是会互使人想讲，哪会想好啊，搁变盘，伊就想伤济啊，哦，搁耳空轻，吼，听啥物人讲话，搁变卦。啊，伊变卦虽然讲伊是做善良诶人，毋过伊若讲心意有改变，伊就败啊，伊就想讲啊白当，吼，伊嘛袂想讲，就无讲遐规气啊，规气就是讲啊，我就甲人讲好啊，啊，就莫去犯啊嘛，吼，伊就无啦，伊就是伊诶心意上重要，伊就讲啊，即摆听啥物人讲，啊，我搁后悔啊，啊，我后悔即代志爱去解决，哦，就去甲逐个变盘安尼。啊，就是讲第一生新心灵啊，吼，新心灵内底啊，赛事内底其实伊颠倒希望大家靠做，吼。毋免去想遐济，毋免去一直考虑，一直去折算盘，毋免安尼。啊，我即摆就是即种状况，就是讲，就是老老实实去学啊，嘛袂想讲，学这要创啥？我这安怎安怎啊？逐个毋是拢凊彩讲，啊，你若讲啊标准，逐个颠倒嘛袂欣赏啊。啊，即摆逐个台语嘛烂足侪华语啊，像丁慧文伊就是华语内底烂几句仔台语，安尼有算是台语吗？嘛毋知，嘛袂当讲毋是。毋过可能就是有一寡讲法，可能就无讲究讲是台语的讲法，台语的文化，可能你著讲话著一定烂华语遐济句啊，啊出现著一两句台语，你哪有法度搁去要求讲，讲这句的台语爱有台语气，有可能著较无。毋过就是讲别人安怎做啊，我著毋免想伤济，像今仔去倒位啊，就是这展览会哦，真同事真主管真长司，伊伫遐顾单我嘛去遐家己去遐看，家己看安尼。我著看讲其实大家拢是讲华语的呢，讲台语的颠倒足少。毋过真正毋免去想遐济，想遐济就亲像阮姑仔共款啊。买一项物件，搁后悔讲无遐好啦，无安怎有诶无诶，一直变盘呢。其实毋免，甲时间就是摕来做，苦仔做。只要毋是讲使咱家己诚痛苦诶物件，摕来做。若讲我写小说诶时阵啊，就是苦仔写，莫去讲有人要看无无人要看啦，无人重视，安尼就这就是就是嘛较无好啦，就是一直去折算盘，讲我写这著无时行，就是有一寡道理，就是是会使使我较快乐、较幸福。白讲有人就问讲，伫台语的社团问讲矛盾有台语的词无？我想讲矛盾是内心的冲突，心内的想法发生冲突。其实有冲突，是
颠倒是使人较痛苦。这痛苦虽然毋是讲较负面、较无好，毋过既然我即马开始想要追求一个平凡的快乐吼、自在吼、我毋是讲要追求优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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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越诶，优越吼、优越诶，痛苦、黑暗吼、有可能有人会使写文章吼，所以伊需要安尼的情绪。毋过呢，我即马想要追求的就是简单、快乐、自在，对家己是足肯定的，吼，对家己是足有自信，相信家己是足有力量的，足有力量，力量。这是我即马想要体验的人生，就是安尼。